人生嘅下半場應該追求啲咩目標呢？又點樣由職場主導嘅階段轉變去一個新嘅階段呢？按照古印度嘅思想，人生最理想就係可以分成4個階段，而每一個階段呢，大概就係20到25年嘅。第一個階段就係學習期，主要就喺度學習。第二個階段就係家居期啦。建立事業、累積財富、成家立室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哋好容易執着喺金錢、權力、性愛、地位等等。如果我哋唔捨得離開呢個階段，我哋就會將自己物化，我哋就得唔到滿足感。第三個階段係臨棲期，退隱山林，重新整理人生目標，放低功名利祿，將目光轉向心靈同埋更加深嘅智慧。要成功走入呢一段，一定要經歷一啲痛苦嘅改變。呢一種嘅轉換咧，通常就發生喺40幾、50歲。第四個階段係頓世期，完全投入開悟，領悟唔同嘅真理。如果冇花足夠嘅時間喺臨棲期，喺年老嘅時候要開悟都幾難。好多人因為對世界獎勵嘅成癮，就算去到老年，見到自己昔日嘅光輝慢慢消失，佢都覺得好焦慮，咁就冇辦法享受開悟嘅快樂啦。有啲人就算心靈上邊被吸引，但係因為佢嘅社會地位啦，又或者之前嘅立場啦，佢就唔敢去接觸宗教，又或者怕接觸宗教之後呢，就冇咗之前嘅自由啦，又或者冇決心用時間去認識新嘅宗教。到咗中年，我哋應該用成熟批判性嘅態度去接觸宗教，可以每日攞啲時間去冥想、去祈禱、去閱讀，唔可以懶嘅。有一個平衡生活嘅好建議啊，就係行路。行路係一個好好嘅運動，又可以令到我哋身心靈都平靜落嚟。一邊行路一邊冥想，可以幫我哋去感受下而家我哋所處嘅地方其實都好靚。可以將注意力放喺當下，唔使理究竟我哋要去邊度。透過走路，人可以擺脫嗰啲唔需要嘅野心，世俗嘅嘢慢慢就會變成好濕碎。我哋就可以關注更加大嘅宇宙嘅秩序。每日行路都可以諗下啲唔同嘅嘢㗎，例如可以專心嘅為到屋企人祈禱，或者紀念嗰啲喺困苦患難當中嘅人。耶穌其中一位門徒叫保羅，佢可能係世界上最偉大嘅企業家之一啊！佢將耶穌嘅教義整理成好有條理嘅宗教理論，令到基督宗教可以成長延續2000幾年。但係保羅當佢寫信俾唔同教會嘅時候咧，都提到佢身上有一根刺，佢3次求主將呢一根刺攞走，但係主卻係咁樣回答佢：我嘅恩典夠你用，因為我嘅能力喺人軟弱嘅時候咧就會顯得完全。呢根刺可能係疾病啦，亦都可能係佢當時嘅困境。保羅公開咁樣講自己嘅弱點，就係要證明脆弱可以帶嚟力量㗎。分享脆弱係建立深厚嘅人際關係嘅關鍵。築牆會傷害自己，坦誠咁樣展示自己嘅脆弱，先至係人生嘅上策。有研究顯示，護理師坦白承認自己嘅困境，可以提升醫療效果嘅。領袖示弱，亦都可以令到佢嘅下屬覺得佢更加能幹，更加值得信任。假如存在係一份禮物，而痛苦就係存在嘅一部分。人喺痛苦當中，或者可以發現佢自己獨一無二嘅任務，並且可以喺當中揾到佢自己獨特嘅意義，同埋可以成長。誠實咁樣去面對脆弱，可以俾自己做返自己，唔使擔心俾人睇唔起。呢個頻道係分享有關個人成長、情緒管理、親密關係等等嘅話題。如果你想安排輔導約見，歡迎你寫個電郵俾我。人生嘅中年就係退潮，就係要面對轉型。呢個時期可能會令到我哋好不安，但係可以係生產力好高嘅收穫期嚟㗎。潮退咧就係捉魚嘅好時機啦。轉型唔一定係危機或者係失落㗎，而係一個充滿未知嘅冒險。關鍵係視乎喺退潮嘅時候，你識唔識得落竿。
唔好因為驚而錯過咗機會啊！其實重大嘅人生轉變係好平常㗎啫，大概平均1年半咧就會發生一次。例如可能係自己或者屋企人患病啦，又或者社會上邊有疫情啦，或者有經濟衰退啦，又或者自己俾人裁員、俾人辭退。如果我哋能夠認真咁去經歷呢啲嘅轉變，我哋就會重新理解人生，會感謝人生。但係都好容易失去咗重心㗎，可能會陷入情緒困擾當中，覺得好沮喪，覺得好孤單。中年有危機其實都唔係必然嘅，但係呢個轉變呢，大概會有4個步驟。首先要從固定心態改變去成長心態，要學習接納、團隊合作同埋輔導其他人。50歲先至重新出發，其實一啲都唔遲，因為而家現代人呢，平均可能都有90歲壽命，咁都仲有40年可以發揮影響力。要活出生命價值，你一定要揾到長期吸引你嘅目標係啲咩？你要揾到你真係覺得有興趣同埋你覺得有意義嘅活動。工作唔係達成名利嘅手段，工作本身就係獎勵。轉型唔一定係要升職嘅，可以係橫向或者向下嘅發展都得。唔好介意人工少咗，亦都唔好介意其他人覺得你降級。最緊要你覺得如獲新生啊！